大家好，今日嚟介紹下76同埋476系列。中意我呢啲介紹路線系列嘅話，記得訂閱我個頻道。事不宜遲，即刻開始。首先介紹76。76係一條來往仙貝廣場同埋葉欣海傍道嘅路線。葉角灣村入伙前主力服務畢業花園、東門、彩虹同埋密莫嘅居民，直至2020年嘅一次更新裏面，更新內容包括葉角灣村入伙等。跟住76線隨即改道，並取消繞經東門彩虹，以新開辦嘅75線代替。雖然呢條76係區內線，但係佢途經多個住宅地段，所以繁忙時間客量都比較高，同埋受乘客歡迎。跟住就講476。476係一條來往東錦葵海傍道同埋彩虹中心嘅路線，途經中環路、陽光鐵路站、葉角大學、葉角灣村同埋東門彩虹。476開辦其中一個原因係同475分配走線。第7區啱啱開放嗰陣，475為咗俾多個地方提供直達北島嘅服務，將條路線整到而家睇落咁恐怖嘅樣。咁嘅話，476就可以好好咁幫475分配走線。476更加係全陽光最多特別班次嘅路線，分別有星、井星、percent、476X、476P、N476 同埋春秋二祭服務嘅476S。咁而家就嚟逐個介紹。星號特別班次只限東錦葵方向，需要入葉角大學內街。咁樣做係為咗方便葉角大學學生可以直接喺正門搭到476。井號特別班次只限東錦葵方向，喺前往中間花園之前入安寧台。咁井星特別班次就係入安寧台同埋葉角大學內街。percent 班次就係只限彩虹方向，為咗俾呢條大流水服務葉角灣村去東門彩虹班客，又唔想啲車全部喺葉角大學頂閘，服務唔到葉角灣居民，所以就開咗呢個特別班次唔經葉角大學。476X 係一條由東錦葵海傍道單向開往彩虹嘅路線，只會喺星期一至五下午繁忙時間提供服務。476X 喺過咗強生街市之後就直去葉角花園，第7區轉車，站都唔入。跟住就係476P。476P 由彩虹單向開往東錦葵海傍路，但係佢離開彩虹中心之後就直上東門隧道，跟住喺葉角花園繼續同主線一樣嘅行程，只不過東門隧道嗰段冇乜人搭咁解。N476 係由北頓市中心單向開往彩虹嘅路線，經北環轉車站同埋紅地磚之後返回476原線。不過佢雖然經北環轉車站，但係佢冇轉乘優惠。476S 只會喺春秋二祭期間提供服務，喺安寧台同埋中環新紀元中心提供循環服務。同主線唔同嘅係，476S 往安寧台方向嘅第7區轉車站唔係續深路嗰個，而係喺仙貝繞道大間新前俾第6區路線用。476S 離開安寧台之後就直去第7區轉車站，安寧台方向就離開新紀元中心之後就直去第7區轉車站，跟住再直達安寧台。476過咗朝早6點半之後嘅時間都做到個位數班次，可見呢條路線客流有幾龐大。大更新之後，476東錦葵方向加入短途分段收費，更加要肩負起彩虹、葉角灣村來往密莫、葉角大學嘅電梯線功能，所以476無論幾時都客似雲來。476可以話係第7區過海路線嘅典範，無論咩時段咩地方都係咁多客，亦都為城際同天際陽光賺咗好多錢，都係天際陽光大間新前除咗370之外，其中一條冇翻車嘅路線。今次就嚟到咁多，你哋對於76同埋476呢兩條路線有咩想講嘅話，記得喺留言欄話俾我聽啦。中意我條片嘅話，記得訂閱我個頻道。話說我有個朋友開咗一個新頻道，頻道連結會擺喺資訊欄，記得去訂閱埋佢啦。下次再見，拜拜。